你窮得只有錢。好多人話你窮得只有錢，其實好多人以為我冇錢啦，或者我冇一啲物質啦，好匱乏啦。真正最深層嘅貧窮係當你一個人冇咗你嘅靈魂嘅時候，你先至叫真正嘅貧窮。你問下你自己啊，點解我要咁多錢？點解我想成為有錢人？其實跟住再探討落去嘅時候，你會發現，我好想去享受人生咯，我想被尊重咯，我想有自由嘅時間。其實翻到嚟係咩啊？錢只係一個工具嚟嘅，最後咧你翻到嚟咧都係同我自己有關係嚇。我希望得到啲咩嘅感覺？如果我話俾你聽，你用你嘅錢能夠換到你一生嘅快樂、一生嘅平順，你願唔願意啊？可能大家都願意㗎。所以其實最終咧並唔係錢啦，錢只係做工具，但我哋有時候俾佢牽咗個鼻子走啊。當我哋唔認識我哋自己，唔了解我自己內在真正嘅需求、我嘅情緒、我嘅渴望同埋我靈魂嘅使命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好似咧一個冇方向嘅船，人哋話點行我就點行。好多人話要錢我就要錢，真正我哋需要嘅唔係錢。外在再富有，如果我內在係空洞嘅話，呢種嘅空洞會令到你人會覺得迷失啦、焦慮啦，甚至乎你冇辦法感受到真正嘅愛同埋幸福啊！所以我哋學識咗每一日靜落嚟啊，聽下自己嘅內在嘅聲音啊，問下自己我真正需要嘅係啲乜嘢？其實唔係錢。我而家嘅選擇係咪忠於我靈魂嘅呢？當你生命開始有咗光，你就唔再需要依賴咧外在嘅認同、外在嘅物質，而係你入邊咧有一個好大嘅寧靜。真正錢係帶唔走。如果我能夠同我嘅靈魂連結，做到靈魂使命，我嘅靈魂升呢咗，呢個靈魂升呢之後嘅結果咧，以後個靈魂不滅嘅，佢只會帶走啊！所以唔好追求咧淨係錢，而係翻到嚟同我自己內在更深嘅連結，你嘅生命會變得更加精彩。